大家好，我係莫雙，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今日帶大家嚟到展銳江月灣呢度咧，睇一個全新加推嘅稀缺戶型。呢個咧就係一棟嘅單邊呢條台呢個位置啦。咁佢162方啦，但係佢嘅實用面積咧可以去到220方嘅，佢增信率咧非常之高。咁我哋嚟睇睇啦。佢呢一個咧係單邊位，而且咧佢係可以直接望到江景嘅，係非常之稀缺嘅戶型，以後都唔會有呢個戶型推出㗎啦。咁好多港澳嘅朋友啦，過嚟跨境置業嘅話咧，就會好擔心個問題啦，就係話減配啊、交樓遲啊，甚至乎係爛尾呢啲情況啦。咁其實對於展銳江月灣呢度嚟講咧，係絕對唔需要擔心啦，因為佢係全現樓交付嘅，而且佢係大精裝嘅添。咁呢個開發商嘅話咧，佢係中山嘅展銳地產啦，佢係一個紮根中山20幾年嘅專注做豪宅嘅一個發展商嚟嘅。咁佢咧唔係話嗰種咧就係外來嘅快周轉發展商啦，係本土嘅一個好有深厚底蘊嘅發展商嚟嘅。咁所以咧佢交樓啊各方面咧都係好穩定。咁佢嘅項目咧，相信大家咧都會係好熟悉㗎啦。咁例如迎展天鑽啦，呢個中山對標深圳灣1號嘅超級大平層豪宅，同埋一個 Coco City 商場，同埋小欖嘅香舍里別墅啦。咁佢嘅項目咧就涵蓋咗高端住宅啦、別墅啦，同埋一個大型嘅綜合體。咁高端項目嘅開發經驗咧係非常之成熟啦，佢對產品嘅尺度同埋質感嘅把控咧都係非常之成熟嘅。咁對標一啲剛需戶型嘅開發商嚟講啦，咁佢哋對於高端產品住戶嘅需求咧係更加懂得佢哋嗰邊嘅需求細節啦。咁項目嘅話咧，佢第一期咧已經喺2025年12月份咧就已經實現咗交樓啦。咁依家新一期嘅話咧，佢係全現樓發售。咁大家咧就可以話係嚟到現場實地咧去睇翻佢嘅流動嘅採光啦、樓間距啦、園林啦，包括佢嘅一個景觀啦。咁我覺得嘅話就完全解決咗港澳朋友對於呢個延期交樓啊，或者係貨不對版啊呢啲咁嘅擔心嘅問題咯。咁佢呢度咧就係採用咗萬科嘅1級嘅物管啦，咁個安防啊同埋管理咧都係非常之貼心嘅。咁管理費咧就係3蚊1個平方1個月咁樣去計算嘅。咁後期嘅話咧，如果係港澳朋友需要到託管啊、代理啊、清潔啊呢啲啊，其實都可以放心交俾物業。咁對於港澳朋友嚟講啦，買樓最睇重就係往返通勤效率同埋嗰個生活配套成熟度啦。咁呢個樓盤咧嘅優勢就非常之精準啦。一就係跨境通勤，屋苑行路咧就到中山北站，港珠城軌咧就直達廣州南站。咁往返廣州啦、珠海口岸非常之方便。咁日常通勤啊、短途出差咧就完全夠用。咁自駕方面咧，旁邊咧就係文科東路啦，咁旗江大道15分鐘咧就可以直達深中通道出入口。香港客咧咁經深圳過關啦，1個鐘內咧就可以到達屋苑。去橫琴口岸自駕都只係40分鐘左右嘅啫。咁無論係香港定係澳門雙向往返啦，車程都非常之順暢。同時10分鐘咧就可以直達石岐嘅舊城區啦、東區 CBD，博通全城核心商圈。日常同城出行啦就係高效便捷。咁第二點咧就係全方位成熟嘅生活配套啦。咁商業方面嘅話咧，佢距離山姆會員店咧只係1公里。1.5公里咧就可以直達嗰個歡樂海岸主題樂園啦。咁10分鐘車程咧就可以覆蓋萬象匯、大順商圈、沙江墟綜合市場。高端採購啊、日常買餸啊、親子出去遊玩啊，同埋朋友聚餐咧都係一條龍，非常之齊備。唔使等配套發展，現成現用。咁對於醫療啊、政務啊呢兩方面嚟講嘅話咧，10分鐘之內咧就可以去到石岐行政服務中心。咁中山市人民醫院政務處理、日常就醫、應急醫療全部都係完善㗎啦。咁好啱長者長住啦、家庭定居。咁其實中醫院對於嗰個香港嗰邊一個長者卡嘅使用咧，都已經係開通咗，係可以正常使用得到嘅。咁教育方面嘅話啦，公立對口嘅就係張溪嘅鄭義小學啦。咁周邊亦都有石岐中學、華僑中學。基礎教育配套咧，設施都係相對好齊全嘅。咁滿足咗家庭陪讀啦、子女讀書嘅呢啲咁嘅基本需求啦。
咁我哋嚟到咧，佢每一棟嘅樓下咧，其實佢都係一個服務空間啦，或者飯會所嘅設計嚟嘅。咁好似呢度3棟樓下啦，佢就係一個港人服務中心。咁港人服務中心主要以後咧就會對標客戶嗰啲一啲例如你話要出遊啊、book 車啊，或者係一啲旅遊攻略啊，或者係維修啊、管理啊、託管啊呢啲服務咧，亦都可以喺度幫你解決得到嘅。OK， 咁但係大家嚟到啦，呢個全新一期嘅樣板房啦，係162個平方，但係咧佢贈送咧成60個平方，即係整體嘅話咧有成220個方俾你用嘅。咁可以睇到啦，呢個大橫廳非常之闊綽，呢度咧成個重心咧係有成8.4米嘅。就咁粗略估計就嚇，未實測，但係就咁數格仔磚就數到出嚟啦。咁呢個闊度嘅話咧都有成5.4米嘅。咁可以睇到咧，佢呢度咧係做咗一邊咧就係風窗設計啦，呢邊嘅生活陽台嘅話咧，佢係保留咗喺度嘅。咁我睇到個餐飯廳咧，佢亦餐客廳咧係打通咗啦，而且佢係利用咗一個深淺色嘅一個搭配。咁呢個咧係一個中古嘅原木風啦，睇落去咧非常之舒適寧靜。咁我哋睇睇佢嘅佈局啦。咁呢邊咧係一個 U 字形嘅一個中廚，亦都係一個明廚嚟嘅。可以睇到佢景觀咧，亦都唔會話好有遮擋嚇。咁呢邊嘅話咧，佢到時嘅膠標咧，呢啲廚具啊，呢啲品牌咧都已經係幫你配齊㗎啦。咁呢度咧，佢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啦，有做咗個中島啦，呢邊一個西廚嘅。咁呢邊咧亦都係好靚仔，可以睇到一啲收納櫃啦。其實佢嘅收納空間咧係好足夠嘅。咁呢邊咧就係餐廳啦。咁餐廳同客廳打通之後咧，非常之闊綽，唔使影我。咁呢邊咧，佢亦都係好隱蔽咁樣，係將個公共衛生間咧係設置咗喺呢邊。咁樣嘅話咧，就係對成個客廳嘅整體嘅影響咧，就會非常之細啦，就唔會話突然之間有嚿廁所喺嗰度嘅，咁啲客人嘅話咧就唔使切出咁轉，就將佢放咗喺呢邊作為一個公衛嘅使用。咁呢邊咧就係一個原先呢度咧係陽台嚟嘅，咁佢依家咧係做咗個風窗啦，咁可以喺呢度飲下下午茶，或者你可以做翻一個茶台，中式茶台嘅設計都係冇問題嘅。咁平時喺度飲下茶，呢度咧係可以睇到個江景嘅。咁呢一棟咧係呢一個戶型嘅話咧，佢就可以睇到一線江景啦。咁成個以後咧因為呢個咧已經係最後期啦，咁佢嘅話咧就唔會再有呢個戶型出嚟啦，所以話係非常之稀缺啦。同埋我哋可以睇翻啦。佢依家呢度咧係做咗2個套位套間嘅。咁我哋先從主人房睇起啦。呢個主人房其實相當於人哋嘅2個房咁大啦。可以睇到咧，景觀視野都係非常之靚仔，而且係好闊落。可以睇到呢張加大嘅2米嘅床，兩邊嘅空間感非常之足夠，住喺度真係好舒服。然後呢邊咧，佢亦都係做咗個一排嘅衣櫃啦。佢就冇做衣帽間，但係將呢邊咧其實係一個開放式嘅衣帽間啦，俾你整體空間咧更加之開闊。咁然後呢邊咧就係一個超大嘅衛生間，有乾濕分離嘅淋浴同埋嗰個馬桶亦都係分開咗。然後呢邊咧有一個浴缸位，咁呢個浴缸位嘅話咧嘅景觀都係好靚仔啊！喺度飲下茶、睇下書、泡個浴缸係非常之舒服嘅。呢邊咧亦都係做咗個雙盤嘅。咁雙盤嘅位置係非常之足夠啦，然後大家使用兩夫妻使用嘅話咧就唔使趕時間啦。咁我哋再睇翻後邊呢度咧就有間就係父母房啦，因為呢邊咧亦都係一個套位嚟嘅，係一個套間。咁佢依家呢邊咧就係做咗一個禪室咁樣嘅，就可以俾你喺度禪修一下，寫下字睇下書非常之寧靜一個空間。咁以後嘅話咧，可能作為一個父母房或者係小朋友房咧，都係好好用嘅。咁佢依家樓上呢邊咧，其實係有個複式嚟嘅。咁
咁可以睇到啦，佢呢個梯位係做到非常之闊落嘅，甚至乎比一啲真正嘅別墅嘅嗰個步梯咧都要闊嘅。好，咁啊上翻嚟呢邊睇睇呢個贈送嘅空間啦。咁呢度咧亦都係一個套間。呢度咧係一個小朋友房，依家嘅設置就係咁，衣櫃啊、書櫃同埋衛生間都係做齊嘅。咁我哋睇晒成個戶型啦，咁其實咧佢戶型嘅得房率啊同埋實用率咧都係非常之高嘅，而且咧佢呢度咧亦都唔靠近路啦，好安靜。咁我哋可以睇到啦，佢嘅景觀咧其實相對嚟講咧，其對比豪宅啊、大平層呢啲嚟講咧，佢景觀確實仲有少少嘅欠缺嘅。咁其實因為佢呢個咧係專針對一個自住嘅住客啦，就比較多啦，同埋咧佢係冇缺少咗一個獨立會所啦，好似健身房嗰啲高端會所嘅配套啦。因為佢呢個價位咧，其實相對嚟講總價嚟講嚇，亦都唔係話十分之高，但係你話佢低咧，又唔話十分之低。咁如果係想要話享受型嘅嗰種社區咧，其實呢度咧就唔係咁適合咯，就係更偏向於一個自住型嘅社區嚟嘅。咁喺現時嘅單價咧，可能就去到14,000、13,000呢個幅度啦。咁如果係好似呢個價位嘅話，我覺得可以再高端少少嘅配套就會更加之好啦。另外嘅話咧，就係佢嘅學區嘅一個分佈啦。因為佢公立嘅話咧，佢係屬於中梯隊呢個位列嘅，就唔係話頂級學區。咁對於以後佢一個升值潛力溢價嘅空間就非常之細啦。同埋你以後如果係轉手嘅話咧，呢啲點嘅話咧，可能亦都會成為一個講價嘅要點嚟嘅。咁喺學區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相對於如果以後要轉手或者係出租咁如果係有配套優質嘅學區嘅話嘅咧，咁佢嘅空間保值空間，甚至乎你出租嘅一個單價嚟講，都會係比冇學區嘅要高嘅。但係咧，如果你話係追求精緻型舒適住宅嗰種類型嘅話咧，可以考慮呢度咯。但係你話如果係有少少投資屬性呢啲咧，我覺得就係可以再考慮。咁佢優點咧亦都好明顯嘅，因為佢係一個精緻嘅自住型嘅社區啦，咁就唔會話咁雜啦，即係樓下亦都係冇咩底商就唔會話好嘈雜咁樣嘅。另外嘅話咧，佢嘅港澳出行交通非常之方便啦，然後配套咧亦都係非常之成熟啦。咁我覺得就係比較適合話呢個鍾意係一個比較舒適寧靜嘅小區去享受生活嘅。咁好似話自己擁有一個咁大嘅空間，有個江景咁靚仔係嘛，咁可以考慮入手咯。咁我覺得展銳江月灣呢度咧係一個優缺點都相對之明顯嘅一個社區啦。咁佢係一個非常之適合自住舒適型嘅一個社區。咁佢冇話誇張嘅學位溢價啦，亦都係冇呢個炒作嘅概念喺度咧，係好實在嘅一個社區嚟嘅。咁勝在咧就係現樓啦、穩陣啦，可以睇到晒成個社區咧已經係落成啦。咁對於有其他話擔心嘅客戶嚟講咧，咁佢就係好實在咁，已經係可以成個睇晒㗎啦。而且佢呢度咧就係交通成熟。配套亦都係非常之成熟，交通咧都好方便啦，咁非常之適合港澳嘅朋友。OK，咁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嘅話咧，可以留言我哋啦，或者係 WhatsApp 我哋啦，咁我哋都係24小時在線嘅。咁我哋下期再見。